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7月2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44篇，何西阿书第2章14节到第3章第5节，歌罗西书第2章16节到第3章的第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自我限制。上个礼拜六我们提到了在上帝的面前，他面对这个不忠心的以色列人，虽然上帝非常生气，但是上帝仍然以他的慈爱怜悯来对待他们。何西阿书第2章14到16节，所以我要带他到旷野，安慰他，赢回他的心。我要把葡萄园还给他，使灾难谷成为希望门。在那里，他要回应我的爱，像他年轻逃离埃及时一样。那时候，他要再一次承认我上主是他的丈夫，不再把我当成巴力。虽然如此，但是以色列人却仍然活在那个没有改变，或是说他们没有改变的意愿，他们仍然走自己的道路，远离上帝。圣经说，上主对我说，你再去爱那离弃丈夫另结新欢的淫妇，你要爱她，像我爱以色列人一样。虽然他们背叛我，去拜别的神，喜爱祭过偶像的葡萄饼，我仍然爱他们。虽然如此，上帝仍然以爱来爱他们。先知何西阿又说道，过了这一段时间，以色列人要再一次回心转意，寻求上主他们的上帝，归回他们的君王大卫家。这样在将来的日子，他们会敬畏上主，领受他丰富的赏赐。以色列人有没有改变？其实或许有，但是他们却是一再的离开上帝。我们都知道，摩西的律法是为了要让原本住在埃及已经430年，已经忘记上帝的以色列人，让他们知道上帝的规范，能够活得越来越亲近上帝。但是越来越多的规范，越来越严谨的态度，对别人也越来越严苛，甚至也演变到成为自我限制。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这样提到说，基督徒应该是要与基督同死同复活，生命必须要被改变。我们要思考的诫命的功能是什么？是让我们死守的吗？还是要帮助基督徒能够活出信仰的生命呢？当然，诫命是为了帮助以色列人，帮助基督徒能够活出美好的信仰生命。但是以色列人却不是如此，他们反倒把这些诫命变成为一种自我限制的东西。保罗说，所以不要让人在你们的饮食、节期、月朔或
安息日这些问题上用条例束缚你们。这一切不过是将来之事的影儿，基督才是实体。不要让那些坚持有特殊远见、故作谦虚、崇拜天使的人，使你们丧失了得奖的机会。他们随着人的幻想，无故狂妄自大，跟元首基督断了联系。保罗说，条例束缚你们，原本信仰、生命引导、规范，却成了束缚的自我限制。特别是针对犹太人守节的规范，更是繁复，更是严苛。从现代的眼光来看，他们忘记了守节那个礼拜的真实意义，而将这个繁文缛节看作最重要的一个部分。保罗又再次的提醒，既然你们跟基督同死，摆脱了那些心术的之灵，你们为什么仍然跟世俗的人一样的生活呢？继续说这个不可动这个，不可尝那个，不能摸这个，这一类的禁忌呢？这一类的东西一经使用就完了，因为它们无非是人的规范和教训的产物。从表面看，崇拜天使、故作谦虚、苦待自己的身体等等，似乎是明智之举。其实对于抑制肉体的情欲是毫无价值的。这样的行为非常接近传统宗教的做法，有许多的禁忌使自己受到限制，而无法活出真正的生命。基督信仰当然不是完全没有规范的自由。7月21号我们谈到罪，从基督的眼光来看罪，我们知道事实上基督信仰的标准是比那一些条例规范都来得严谨。因为耶稣基督这样说道，心里动了邪念的人就是犯罪了。那么诫命、规范、条例就不是那么重要了。因为我们如果得罪，如果我们的罪已经死亡，又因着接受基督的救恩而与基督同复活的话，就不会活出这种自我设限的生命，而会活出更高的标准、更美好的生命。保罗又对哥罗西教会这样提到，其实只有从身体的头基督，整个身体才能得到滋养，借着关节经络互相连结，按照上帝的旨意逐渐生长。因为你们已经跟基督一起复活了，就应该追求属天的事情。在那里，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的宝座上。我们应该注目在天上的事，诸神来看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，都要有这样的复活生命的意义，要脱离那些人设规范的自我限制，活出真实美好的生命。不要害怕改变，要愿意被改变。诗篇44篇，上主啊，我们亲耳听见，我们的祖宗告诉过我们，你往昔在他们的时代所行的大事。你亲自赶走异族，在他们的土地上培植你的子民。你惩罚外邦，却使你的子民繁盛。
你的子民不是倚靠刀剑征服那片土地，也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取胜，是靠你的膀臂，你的力量，你的同在，因为你喜爱他们。你是我的王，我的上帝，你使你的子民得胜。借着你的力量，我们击败了仇敌；借着你的同在，我们践踏了敌人。我不依靠自己的弓，我的剑也不能救我，但你救我脱离了仇敌，击败了憎恨我们的人。上帝啊，我们要常常颂赞你，我们要永远感谢你。如今你遗弃了我们，使我们受辱。你不再跟我们的军队一同出战，你使我们在仇敌面前败退，使憎恨我们的仇敌洗劫我们。你让我们被羊屠杀，把我们放逐到外国去。你把你自己的子民廉价卖掉，并没有从中获利。你使我们成为那邻人辱骂的对象，他们嘲弄我们，取笑我们。你使我们成为列国的笑柄，列国都向我们摇头讥笑。我时常蒙受耻辱，不断地蒙羞所笼罩，因为听见侮辱和毁谤者的声音，看见仇敌和敌对我的人。虽然我们没有忘记你，没有违背你的约，我们却遭遇了这一切。我们未曾对你不忠，也没有反抗过你的命令。你竟把我们遗弃在野兽当中，把我们抛弃在死亡的边缘。如果我们忘记了你，我们的上帝，向异国神明祷告，你一定会察觉到，因为你看透人心里的秘密。但为你的缘故，我们整天被宰杀，我们被当作待宰的羊。主啊，醒起来！为什么醒着呢？起来吧，不要永远遗弃我们。你为什么掩面不理我们？求你记得我们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。我们扑倒在地上，被击倒在尘土上。求你起来帮助我们，因为你有永恒的爱。求你拯救我们。恳求天父让我们得到基督复活的生命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活出圣灵的自由，不活出在人的规范自我限制之中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